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2日，旧历的5月初2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小青市笑气的一氧化二氮，常常伫青少年的派对来出现，数伤多，会产生幻觉，甚至有致命风险。但是因为便宜，真容易摕到，有门路的人甚至上网都买会到，所以滥用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。环保署即卖拍算要甲笑气列为管制药品。 有许可证才会当来购买，网络顶嘛禁止来贩卖，嘛要参考外国的做法，要来掺臭味剂，要互伊臭甲无法度来试。按算伫咧年底开始来实施。真正哦，加几一个数字嘴尔，这个少年人就东倒西歪。 这就是俗称的笑气，学名叫做一氧化二氮，因为俗，甚至伫网络顶面嘛买会到。伫青少年的聚会真接出现，即马环保署要将笑气列为管制药物。是将来我们从制造、输入、贩卖、储存跟使用，都要申请许可。 笑气若塑料剂，唔来产生幻觉，有可能会致命。环保署表示，讲未来立管笑气了后一步就是要调查非法的笑气的来源，角度加强防止，更加要研究要会臭甲无在了事。参考国外的经验呢，其实国外在笑气的部分也有部分的地区呢，它是添加这个臭味剂，也就是二氧化硫或者其他的。这一方面是提醒在使用的人他的一个危险性。 目前，环保署、经济部、工业局、卫福部、食药署等已经成立小组。若是警方伫各大夜店、毒趴现场去抄到非法的笑气，小组拢要到现场联合稽查，包括食品用的笑气、医疗用的笑气，拢要申报出去许可才会使用。若无申报者，就会重罚。